OK，感谢大家来做伙研究台语。我是无台无志，我一间发现讲台语的语音，会遮尔水，水伫对。因为以前拢无人教我，我毋捌上过课，所以我感觉我有责任传出去，有使命感。足感谢杨明胜，互我真大的机会来讲话吼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听了会感觉台语遮尔水。我的结论是讲，台语是人类语言学的奇迹，信不信由你 ，OK？ 第一呢，咱讲台语呢是调性语言吼，台语是调性语言，非常有调性的语言。我相信是最有调性的语言。是安怎讲啊？咱A 甲 A 无共款吼，当然呢，这是 A， 这是 A， 同样是 A。调无共款是无共款的母音，所以若安尼算起来，台语有几百个母音吼。就是讲两啦吼。若是家庭，人若叫你听无，你袂使当听无。吼，这听甲听，干那调性的问题尔吼。所以是真要紧的代志吼，真趣味啦吼。这哪创？咱台语呢？全部是哆来咪的语言，全部是哆来咪的三个频率的语言。怎么说呢？咱的台湾话真好听，讲较紧嘞。咱的台湾话真好听，讲较慢嘞。咱的台湾话瑞咪，不但安尼哦吼，咱来讲哆来咪。老阿公是哆来咪，穿长衫是哆来咪，穿大裤带去旧金山拢哆来咪，你去香水自然风线着大海风拢是哆来咪，哆来咪。望春风嘛是哆来咪，吼，所以台语是哆来咪，确实有三个变调，所以变调就是讲不变吼，哆来咪吼，老歹名还佫你袂落呢，哆咪嘞，佫你哆咪嘞。哦，老歹名还佫你袂落呢，糯米嘞，还佫糯米嘞。台语有三个频率，三个变调，有啥物稀奇？非常稀奇，因为变调是动物足进化的才有变调。咱若变调煞变调，就是音乐，就是咧唱歌。所以用三个变调是人类讲话用变调的进步。你若超过三个变调，就是咧唱歌。所以吼，中语敢若一个变调，越南语有一个变调，因为5调；泰国语6个调无变调。所以世界三个变调是非常稀罕的代志。吼，因为5调就是咧唱歌，所以用三个变调足稀罕、足难得。不但安尼哦。咱三变调讲是老阿公，共款三个频率，悬中低甲切调，就变三个切调，或者足发，足是悬的，足，发一个发中，所以台语有三个变调，共款频率甲切断，就是变三个切调。安尼三个台语一共有6调啊。哦，无人教我台语什物8调，安尼找着6调啊，有无？3个8调，3个7调，叫做老阿公足发，安尼就是台语6调哦。到过日当然有一共一声啊，讲落，安尼就是8调啊。所以我以前听人讲台语有什物8调、9调、7调吼，三无。台语的8调是老阿公讲落足发。讲有其他的调无啦，所以台语拄好，确实有8调，还佫其他的咧。大龙兄过年77，哦，即卖少年啊，可能衫底人目白白，安尼嘛是台语8调吼。3平3切1共1声，足简单啦。台语8调是安尼尔吼。咱
第一呢，咱讲逻辑，第一个科学的逻辑就是讲排列分类，将平调甲切调分类，这是当然的啦。啊，平调甲分做照加中悬排列，这是当然的啦。历史上毋捌人安尼甲排过。台语八调照哆来咪分三类，这足简单的代志，但是无人教我吼。所以台语三平三切一共一声，老阿公讲了足合法。然后咱讲台语变调，变调我食饱烧的哪在变调？加麻烦的毋是啦。即马你教台语的人，大家拢讲台语变调上歹教。你对一条要变去对一条，真歹教。其实免教，足简单啦。吼，譬如讲，咱变调是文法呢，这个花是关平吼，横，这个花变花，就是讲花横，毋是菜横。所以花变调做花，是你形容这个啥物横。所以台语变调是文法，毋是食饱烧盐吼。爱讲黄花，横变黄花，毋是野花。所以台语变调是文法，这足明显的代志，但是无人甲我讲吼。音角，这音变音变调，形容啥物角？哦，国角、音角、啥物声角？角音呢形容啥物音？这角变角音形容啥物音？啊，咱讲语音，角音语言，这两字拢变调，因为角音是一项代志，语言是一项代志。但是你甲放做会变一项代志，咱讲角音语言，所以遮拢是变形容词，角音形容什么款语言？所以台语变调是文法吼，安尼简单嘛吼。啊，佮像咱这动物，这动是动词，动，啊，佮这动物是 moving life 吼，动物。所以动变动是现在分词、形容词，所以台语变调是文法，而且足简单。台语变调啥拢简单嘞，你若看以前的教法，花洒洒，最好毋好听。台语变调就是4调变3调，3调变2调，2调变循环变调尔，变去隔壁调，而且共类是节能，干那这个增加能量。所以台语变调是节能，啊，佮循环变调。譬如讲，这个尾吼，本来就是尾山，玉这有好尾山，日本嘛有尾山，尾变尾，形容啥物山？山变山，形容啥物路？山路。路变路线，形容啥物线？线变线尾，是啥物尾？啊，尾带等下尾山。所以台语变调，循环变调免去，安尼有简单吼。啊，台语实在是生做安尼，哪会无人甲我教？哦，台语变调、循环变调足简单吼。啊，变调是老阿公讲了足活泼。啊，搁过呢，咱一个 challenge， 咱既然找到台语的变调，你敢问你家己台语用啥物音？全部台语用啥物音？23个尾音加一个平符尔，24音尔。我保证这2种有够用吼，有够用吼。啊，这24音拢用双元的国际音标，哦，啊，拢免圈圈点点，哦，免迄个音浪吼，不咬唇，不咬牙切齿。咱台语无咬牙切齿。无får无特无热吼，啊，无介音 A 就是 A， 毋比英语讲 A 会变 A 会变 R 会变 R， 台语 R 就是 R，A 就是 A， 干那变调尔。啊，八调就是头个八调，吼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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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调吼。啊，台语咱讲，咱台语拢无即款代志 ，ST、TSH， 咱台语拢无即款代志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咱讲，咱讲要叫你走较紧嘞，讲 fast。这个 fa 你会使出大声，这个 st
无管你偌拍拼，讲袂出来。所以台语是关山大海的语言，随时拢有音，拢无即款字尾音，所以是关山大海的语言，随时有音。因为随时有音呢是真好唱歌的语言，台语摕来唱歌无输意大利语。因为咱台语拢无迄个歹听的音，咱台语呢，也免讲字啊，无是啊，拢免啦吼。台语干那，台语是爸母伴暗大听啦，得讨乐，假鹅控烂，哥哥可好呢，拢真简单啦，切这说，啊，甲5、6个母音呢，台语23音，足简单啊，真好学。台语呢，佫有真水现象，连音甲写音字。啥物做写音字呢？你若讲囡仔，即个仔，刚才讲啊无意思啦。所以即个啊是对囡造意思，变囡仔，变小孩子。所以台语有一款字或者写音字，伊本身无意思，是用一个音来做文法。是古音式的文法写音字吼，要用这个写音字连音。哦，咱讲，大家人讲法语连音足水，台语连音比法语更较水更较济。譬如讲，囡仔变仔啊，人仔啊变仔，囡仔啊变仔吼，扑甲变甲，吼，贪马变马，啉的变的，连音。台语用 A 甲 R 到处连音，啊，这个 A R 呢，佮兼文法，这点才水。用 A R 做文法，到处拢有文法，真水的文法。譬如讲，咱的台湾的这样的水，认真来研究，好好啊传落去。这个咱呢，这是变作所有词、形容词，啊，干那 A 无意思，咱呢，佮加一个 A 尔。哦，啊，认真啊，这那是副词，啊，对不？认真地，咱免讲地，哦，认真啊，传落去，好好啊，传落去，所以比英语的 ly 的副词更较少。这是咱台语的文法，形容词副词用 A 甲 R 呢 ，A 甲 R，A 甲 R。用 A R 做这个代志太高了吼。第一，咱头仔讲哦，台语文法，台语文是听声的文法，无文字以前都有文法。因为用声尔，囡仔即那免写，哦，无文字以前都有的文法，或者听声文法。比如讲母变母亲，是讲哪一亲？嘛听嘛，哦，母变母，左变左手变help 变 hand，书法艺术变形容词。所以第一变调是文法，分节变调嘛是文法吼，书法甲变调即分节变调嘛是文法吼。啊，第三，音尾加 n 尔，变啥物呢？变复数力甲令，吼，加 n 了，吼，比英语更较简单啦，比门比中原门更较简单啦，吼。你的拖做的这是形容词用 a 尔啦。食啊，食饱啊，这是过去式完成式用 r 尔啦，吼。啊狗啊，这是昵称高级，咱免写免写仔啦，哦，囡仔狗啊，慢慢啊行，这是副词。咱免写地啊，地是土也吼，所以台语文啊这样子，用真简单的语音，干那语音带过去，啊，但是真清楚吼。OK， 这一个表免总化，中文我会、乌的、袂看的、袂看到，受不了的，死了的，轻轻地，狗儿、鸣儿，哦。燕子、小鹰，这些是国语用这么多字，而且这么多字的本来都有它的字义，洗不清，就来容量。凭什么地来做副词？没有理由。喏，啊，英语嘛，足侪有文法，英语文法足侪呢。台语敢若用 A 甲 R。哦，燕啊、狗啊，轻敢若行，死啊，哦，袂看的，乌的，我会斗的。台语敢若用 A 甲 R 做文法，所以台语 A R 是写音字做语音式文法吼。敢有比那个简单、搁较水的语言？
23音母，我感觉台语实在是，啥物人，天公还是上帝，还是啥物皇帝吼，啥物人将一个语言甲套入去即个关中加三频率的系统，这是一个奇迹啊，真神秘的代志吼。所以结论，咁么超过5分钟。台语是3变调哆来咪，关山东海的语言。老阿公，滚啥？什么？望春风，顺南变调。哦，23拼音，真简单。这23样英语26个字母还阁无够用呢。英语有 N 甲有 G 无所以用 NG 就写咱写直接写这哦，中语中语的 C 转做 S 还是转做 K， 欠册。啊，咱台语用 C 来写册就好啦，因为册是国际的册。哦，虽然咱台语一个音是一个字母尔，无需要学别人的，做咱家己的吼。啊，台语用连音用 A 啊写连音，语音是文法啊。意音字台文，就是讲用写音字甲写意字来写台文，像安尼讲，好好啊，副词，传互咱的所有词，囡仔，家儿孙啊，家儿孙啊吼，安尼啦，所以这就是意音字台文，这个名是我家己号的啦。不过总共结论就是讲台语实在是这样水啊，这样简单，这样好用，没有错啊。3个变调，没有人怀疑啊。3个切调啊，老阿公讲了就发觉啦。啊 A 甲 R 文法啦，真清楚的代志吼。啊，所以好，别写。啊，我只有剩几本册吼，大家来对台语做备欢迎。多谢。